俾掌聲就得，等咗幾多場埋後面都俾你聽晒，究竟為乜？跟住你到放低包袱，忘記翻工俾人屈，出街車又塞，你雙眼冇靈魂，好似好大壓力，係咪俾人激到想撲食？做事有啲 fake，老細有啲勁，張台有啲逼，顧客時對定發生氣功，食到嘅邊個發明？邊個負責 plan 住嗰笪烏石？世界太快，快到出界，開心冇得買，享受我所在邊界。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顛覆嘅心態不可決定我心態。我感同身受，返工做嘢仲有難嘅時候，試過喺台上失去節奏，表現打折扣，接受評論與詛咒，兩低頭問出口，食高個心頭，我算用時間冇石翻轉頭。機會已錯過，笑你嘅名有100個，就算拍通宵作品都只係輕輕帶過。狀態每方一下點算啊？咁就越嚟越差，跟住玩絕弊啦，笑容要節制啊，咁落去自己蝕底啊！世界太快，快到出界，開心冇得買，享受我所在邊界。個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顛覆嘅心態不可決定我心態。邊有咁多壞材，不願只係高咗想法，關住心諗事在人為為，唔好俾自己阻住創意冇嗰樣，跟住有嘢就講有心就落下人無份佢太多，搞到噏住，聽過行出狀元，有聽過行都有壓力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心中嘅想法價值。冒險講膽識做決定，會太定為反擊，等得細個買玩具嘅目的嗰度咧。想要更大嘅勝利，就需要更大嘅勇氣。有時要放低自己，放長線唔等於自卑，做得好唔單靠天分，識放棄先係天賦。你冇環境任何對手，咁應付一兼顧，打破咁大嘅想像，冇人係絕對榜樣。希望你聽完呢3分鐘得到一分嘅力量。當作決定出發就唔係一時間，呢個世界嘅嘢邊有得輪住嚟玩？識將獵物咬實光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自半金字塔入面，共跳一套方法生存，成功係冇法定。